大家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尤伯牧师。今天我们10月7号，我们要分享的是归回名单 1.0 族谱不明篇。我们要来读以斯拉记2章61到70节。弟兄姐妹，我们先来读今天 RPG 的金句。可是孩子们，你们是属上帝的，而且已经胜过了假先知，因为呢，在你们里面的灵比属世界的人里面的灵更有力量。约翰一书4章4节。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这份归回耶路撒冷的名单，最后的这个部分我会比较放在族谱不明的这个百姓和祭司的名单上面。其实他们回来要建造圣殿人多好办事应该是来者不拒。好多人，不管是哪一个阶层的人，他们热心参与圣殿建造的运动，但是呢，却在清查人数、清查他们的谱系，就是族谱，特别针对做祭司的更要查这个明白。结果呢，发现有哈巴雅、哈戈斯和巴西来的3家子孙，在族谱当中巡查自己的谱系，我找不到弟兄姐妹，你知道你的族谱吗？我是比较不清楚因为可能在这个方面不是很在意，但是对他们来讲，这个是很重要因为寻不着这个谱系，所以他们被归类为不洁，导致他们不能够做祭司。结果呢，他们兴冲冲的、热忱的回来要在圣殿来服侍，却遭到拒绝呢。接下来他们要如何面对他们的未来、他们的工作？这些人因为找不到族谱的文献，所以被归类为不洁，不得做祭司。好不容易回到家乡，但是这时候算是失业了吧？这一件事情会不会对他们的热情有冲击，而浇熄了他们对上帝服事的热忱？我想只有当事人才知道了。因为族谱不明，导致他们被停止，不能够参与侍奉。所以我们来看宗族的谱系，或者是直译说为他们的父家。在尼希米记第7章5节所用的是家谱。那家谱这个名词只有在这里出现过。那其余的当然在新约有另外的家谱这样。那后来其他的地方是比较用后代或是后代的记录来表达传宗接代的意思。所以在旧约对家谱、对族谱的重视，可以从创世纪整本书的结构看得出来。所以我们来看创世纪全书都是由后代记录这个词的思路进展的文体结构。比如说天地的后代，在创世纪2章到4章；亚当的后代创世纪5章；挪亚的后代，闪、含、雅弗的后代；闪的后代，他拉的后代，以实玛利的后代，以撒的后代，以扫的后代，雅各的后代。哇！我说我们在整个创世纪里面看到好多这一些的，其实就是族谱或是这些的后代记录。那保存
家谱记录是非常对他们来讲是很重要，因为有什么样的作用呢？就是可以作为继承祖先产业的凭据，可以作为判断祭司身份的合法证明，可作为承接大卫王位的继承权，或者是说继位权。另外，更可以作为保存他们是一种纯种的担保就是纯正血统的以色列人。那这个跟以后归回那以斯拉和尼西米他们要面对这些的问题。按照申命记第7章里面所记载说，他们要按照律法书所记，不可与他们就是外族人结亲，不可与将你们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因为你归耶和华你上帝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你上帝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所以后来我们在后面看以斯拉或者是尼西米，他们定义要将外族人从归回的犹太人当中来排除掉这个也是我们要去面对的当然在今天我们应该不会像那时候说叫他们分开那在第2章的59到60节有提到3个家系他们查不出他们的族谱，他们并非祭司或利未人。那从原居住的城市来看，这3家的人来自巴比伦的城市，可能是外邦人，然后加入犹太教，那可能也是与异族人通婚的犹太人。所以是以色列人是不是这样的身份也不能够知道虽然他们不能够确定以色列人的身份，但是呢，仍愿意与其他的犹太人一起归回。所罗巴伯也是个与他们公民的权益，与其他回归者有同等的权益那可以留在耶路撒冷及附近的城邑。那第2章61到63节特别也记录了3个家庭家系这些的祭司，他们的族谱是不明确的那对于祭司而言，家谱是非常重要，因为每一位祭司必须是亚伦的后代。亚伦有4个儿子，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和以他玛。那祭司的职权也是由这4个等次开枝散叶流传出来的。那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祭司的后裔当中3个家庭的名单之一的巴西莱原本他是基列的罗基林人巴西莱。那大卫在逃避押沙龙叛变的时候，巴西莱他雪中送炭，他将食物送给大卫和他的臣仆。那后来呢，大卫要迎接巴西莱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婉拒不去但是后来大卫就与他立约，甚至呢，大卫在临终之前，他仍然嘱咐所罗门要恩待巴西莱的子孙。那有可能有一些祭司以后娶了巴西莱的后代，并且改用了巴西莱的名称。那当他们归回的时候，虽然仍要保留祭司职分，但是他们以巴西莱这个名称引起了别人的猜疑，所以呢，就说族谱不清楚。那由于这3家祭司巡查不出自己的族谱，因此就被算为不洁不纯正就对了。那不准供祭司的职任，就是你不可以再担任祭司后来犹太人的省长就告诉他们，你们不可吃献给上帝的圣物，直到能够用乌灵和土民释疑解释清楚的祭司来帮助你们能够查明你们的这个所谓的身世也好，或者族谱那我们来想说
为什么要这么严格的计较啊？学者在说明，有可能就是因为他们要汲取过去亡国被掳的这样的一个教训，这样的一个痛。那他们在意属上帝或者是有关律法所规范的事，因为有前车之鉴，所以都要小心遵守，避免又触犯了上帝，触怒了上帝啊。那从这个族谱不明的事件提醒我们，我们从何而来啊？我为什么在这里呢？说真的牧师对我自己家族的族谱并不清楚我只知道我祖父母的名字啊。我出生的时候，我的祖父已经去南洋当兵，死在那边根本就没有看过。那祖母是有了，那对祖先的姓名以上的我并不知道，并不清楚然而在小时候跟随妈妈信了主耶稣之后，从圣经认识了我们的生命是从上帝所造而来。那上帝是我们生命的源头，是我们最大的祖先呢，就是我们生命的源头。所以我们说慎终追远，要追多远？追到生命的源头。那创世纪2章第7节后来也说，主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把生命的气息吹进他的鼻孔，他就成了有生命的人。所以当我们不认识上帝的时候，我们当然不知道我们真正的族谱或是谱系然而认识到上帝的真理，知道他是生命的主宰。那今天透过我们明白这样的一个救恩真理，那信靠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寻找到我们生命的源头。所以我们要慎终追远，追多远？追到上帝啊！所以我们得以回归到上帝的恩典当中，是因为耶稣基督，然后借着他得着永恒的生命就好像约翰福音1章12到13节说，然而凡接受他的，就是信他的人，他就赐给他们特权做上帝的儿女。这样的人不是由血统关系，不是由人的性欲，也不是由男人的意愿生的，而是由上帝生的那这见证了说，我们上帝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而这生命的源头是他的儿子。谁有上帝的儿子，谁就有这生命。谁没有上帝的儿子，谁就没有这生命。约翰一书5章12节，那这些的经文都告诉我们了，原来我们可以明白我们的族谱，我们的生命的源头是在哪里。我们来默想，为什么作者把这个谱系不明的人也记在这名单上？他在提醒我们，知道你自己的族谱吗？你知道你的生命的源头吗？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你是生命的源头，你是创造万有，也按着自己的形象造我们的创造主，生命的主。你赐给我们生命的气息，让我们因着信靠耶稣基督，就拥有这样的一个永恒的生命。那我们在这有限的生命的当中，我们知道我们无法离开主而单独活着。求主圣灵来帮助我们每一时每一刻都感受到主的同在，领受上帝所赐予的源源不绝的生命，就是永恒的生命。也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活出复活的生命，盼望的生命。我们这样祷告感谢，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订阅并给我们鼓励与代祷。我是尤伯牧师，祝福您一天都充满平安、健康、喜乐。我们下次再见哦。